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公布最新报告，列举中国共产党政府过去1年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侵犯人权、打压自由的行动，而在香港和东都决散的情况尤为严重。报告直指，有新证据显示，北京当局在东都决散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压制政策这一点在东都决散最为明显。报告说，在那里出现了新的证据，表明反人类罪行，甚至可能还有种族灭绝正在发生。过去1年里，中国政府采取了令人震惊且史无前例的行动，来粉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格文在声明中说，美国必须继续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领导世界团结一致，应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拿大周二加入到英国的行列，宣布将采取措施，禁止进口其认为是由中国强迫劳工在东都决散地区生产的商品。此举可能加剧北京与渥太华之间的紧张关系。渥太华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有关中国当局镇压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报道深感关切，并敦促与东都决散地区有联系的企业检查自己的供应链。加拿大将禁止全部或部分由强迫劳工生产的商品，并要求在东都决散经营的公司报告以了解该地区的人权状况。周二早些时候，英国外交大臣宣布，英国将针对企业实施新规，防止来自东都决散地区的产品进入供应链。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反指英国在反恐斗争中实施双重标准，并呼吁伦敦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称相关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政治攻击。执政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欧莫尔切利克谈到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签署的引渡协议，该引起海外维吾尔人的关注。欧马尔切利克在政法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已经与3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此类协议。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最高的决策机构，将其作为对我们维吾尔兄弟的协议来提出是错误的，这是引渡肇事者的协议。我们将与中国分享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土耳其民主进步党向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提出关于中土协议引渡的8项提案。该协议已被总统埃尔多安签字，正在等待提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该党负责法律事务副主席亚内欧卢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说，土耳其批准与中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因为中国的不良人权记录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上月，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协议，这引起了维吾尔侨民的关注。特朗普政府在周四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限制力度，包括对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实施制裁。华府将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该公司的技术隐含安全威胁，以及北京在争议海域南海的行动。美国商务部说，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区域的主权争议存在多年。中海油为了提升对资源有兴趣的邻国的政治风险，多次骚扰和威胁南海区域的海上油气勘探和开采。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在南海鲁莽又好战的行动，以及为其军事化而努力而积极推动获取敏感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安全的威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三复信美国星巴克董事会名誉主席舒尔茨，鼓励其与星巴克公司为推动中美贸易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官方影视新闻网周四报道了上述消息。习近平强调，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将为包括星巴克等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广泛的空间。